2年前，桃园敬平工厂的大火，带走着6个消防员宝贵的性命。其中一个顺职的小队长李汉林，伊的大汉后生拄拄为警专来毕业，就得要分发咯。细汉后生今年考警专，嘛顺利来考到消防安全科。这个大汉的做警察，细汉的做消防，2个后生未来要替爸爸完成更较多救人的任务。 敬平工厂大火，为半暝烧到日时，佫有爆炸声，6名警消人员殉尽。赶快，快走！派当中比冲出火场，赶紧发支援，目屎甲汗已经分袂清楚啊！一直冲甲拢，一直想要救人命，达到一条性命无去。 顺一个小队长李汉林出世伫警校世家2个后生嘛，追随老爸脚步。阿兄李正和拄于警专毕业，等分发。细汉后生李正廷嘛顺利录取警专。今年警专将近7000名考生录取率10.61%，李正廷顺利考调消防安全科。国小就想要做消防人员，因老爸顺入了后，梦想更加坚定。算是完成之前对他的一个承诺，或者继承他的意志之类。 才18岁尔，抑过对于未来的目标真明确，毋是干因为因阿公、因大爸、二爸甲因阿兄拢是警察甲消防人员，厝内人嘛拢真支持，更加要替顺一个老爸救更较侪人。